好，今天是2005年3月19号，藏文课是第35次。咱们现在呢，就是藏文文法的最困难的这个，也就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这个动词这一部分呢，主要的规则已经讲过了。现在呢，开始就是通过一些实际的例句呢，来这个看它的用法。现在咱们学过这个现在时了，咱们稍微的回顾一下57页自主动词的现在时。这个自主动词呢，它的这个标准是说，主语能够控制这个动作，能够控制这个动作和动作的结果。这个不自主动词呢，就是说它不能控制那个动作的结果，就是说它可以决定做，但是又能不能做成，它这个不由它控制。这是这个自主动词的意思。自主动词跟这个就是及物动词，有重合有不重合，就是自主动词呢，也许及物，这个也许不及物，就是说它这个不是完全那个重合的。它的规则咱们大概回顾一下，就是自主动词的现在时，它这个一个是用现在时，这个动词的现在时，也就是它的原形。第二个呢，就是用这个那翻过来58页头一行，就是现在是加上一个 kin 约，加上一个这个语尾，加上一个词尾。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往下一点，加上现在是加上一个8日切，或者不加8日，光加一个切。它这个加这些呢，它都有一些这个就是语法上微细的一些差别。像最后加这个切啊，它一个是强调现在时，一个呢它一般带有点能的意思。前边那个约没呢，一个是代表这个肯定式跟否定式，这是语法意义。再一个有时候呢，它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跟约没有关系的那种意义的理解。这是现在时，现在时有两个意思，可以翻成两个意思，一个是现在正在做，一个是这个动作或者这种情况的经常出现，经常这个做，或者说它是一种常识性的真理性的什么，它有这个意义。咱们上节课也把这个未来时学完了。未来时呢，也是这样，一个呢可以用未来时这个动词的未来时单独就做这个谓语。第二个就是那个在59页中间偏下那儿说，未来时也可以加一个八音，可以加一个什么八音，浊瓦音，这也可以加这个词尾啊语尾。然后翻过来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可以加8日卡，8日米卡，这个跟那个可以加那个能是相对的，那是一个单词。这是那个企业的未来时，表示这个就是强调未来时，这是未来时，也是这么三种变化情况。然后呢，咱们今天就该学过去时了。现在咱们把前边这个复习一下，翻到59页第一行，达奇瑞度恰景，达奇瑞度恰景。demo 大日卓 demo 大日卓，雅西土空内道，雅西土空内道，开背恰瓦马银背，开背恰瓦马银背，恰瓦谢江米角，恰瓦谢江米角，帕明堂米切背，帕明堂米切背，撒他人体日俺民卓，撒他人体日俺民卓，群米俺，群米俺。譬喻欲速浊瓦音，譬喻欲速浊瓦音。雅他人缺给谁？雅他人缺给谁？提米啥？提米啥？丁所日开小记。丁所日开小记。啥瓦音咯？啥瓦音咯？缺38浊瓦汤。缺38浊瓦汤。缺给有托起日。缺给有托起日。通瓦音咯？通瓦音咯？缺讲空给重度，缺讲空给重度，雅让给谱，雅让给谱，第堂得内，第堂得内，东瓦音，东瓦音，缺给当提南啦，缺给当提南啦，大本强，大本强，罗丹恰瓦军赛讲，罗丹恰瓦军赛讲，云度缺给主本强，云度缺给主本强，佩达尔主女呢？佩达尔主女呢？
你莫扛了卓瓦强，你莫扛了卓尔强，他冷切下蹲呐，他恩切下云呐，气瓦儿叫，气瓦叫，米担心左北国敌，米担心左北国敌，潘北屯，潘北群，亲包儿叫呢，辛波尔主呢，机器日金巴尔米强，记起金巴尔米强，马大巴尔尼苏拉扬，马大巴尔尼苏莱扬，一切巴汤国米强。一切巴堂国米强。好，咱们就开始学这个自主动词的过去时。过去时就是表示这个过去，它也是两个意义。咱们看这个说明的第二行咱们干脆就说一遍吧。一个是过去时的这个自主动词呢，可以单独做谓语，也可以加一定的语尾构成谓语，表示动作是过去完成的，或假设已经完成。就是说，它是假设的口气，但是它在这口气当中的时候，如果你完成了这件事呢，它是表示假设它完成了的状况，表示这么两种情况。下边咱们就看一下具体的例句。第一个呢，就是单独用这个自主动词的过去时来表示完成功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做完了。Eu nascido， Eu nascido， devar songo， devar songo， 这是咱们学过的一句。Eu 是猴子，这个不要带这个乌，光那个 J 是圆比猴大，圆的体积大。这个加上那个 A 跟那个乌，就成了这个变小，就是小的圆就是猴子。光渣是猴子。光这个渣是猴，不带那个不带那个这个直小的这一堆的时候是猴，是那个圆，体型比较大的那种。然后这个变小圆就是猴子，这样一下可以记两个单词。然后那是什么来着？树林。safe 是什么？记得不记得？别看你们念这句子肯定挺熟。safe 不是 safe 是中间。中间。就是 safe 就是林子中间，林中。林中。devar 是什么呀？安是安乐，安乐，它的译成安全。送是这个走的过去时，就是已经走了，已经安全的到了那个林中了，去了，已经完成了已经。所以这个念的时候不但要念的熟练，还要跟这个意思这个联系起来。再读一遍啊。Eu nascido， Eu nascido， devar songo， devar songo， Eu nascido devar songo， Eu nascido devar songo。下边这个语法意义呢就很简单了。这个送是这个卓瓦的过去时，它还是一种特殊的过去时，它的命令式也是送，命令式也是送，但是呢它也是它的过去时，这是个特殊情况，你特殊记就行了。下边看第二句，红巴却给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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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巴还记得吗？瓶子，这个是这个音名里头经常用，一说就是如瓶，这个无常，找一个无常的东西如瓶，红巴。然后这个 Q 是你 ，G 是这个句格，这就是及物动词的主语。然后动词是什么呢？是句，这个说是句尾句中词，句中这个符号了。这个句呢是偷，咱们也学过。就是所以你要注意这个就是及物动词一定要注意这个谁带句格谁不带句格，不带句格的就是被，就是宾语，带句格的就是主语，所以这个呢就关系特别清楚，你不管它放在哪儿你都搞不错。这样就是你偷了瓶子，就这个谁偷谁就不会搞错了。你像这句话里头不会搞错，你不会说瓶子偷了你。可是有一些这个抽象的那个理论性的那个句子里头有时候你就搞不清。所以呢，也特别注意养成这个习惯。如果说给红巴寓所是最标准的，他这个呀，对，那个是最标准，就最普通的。说那他为什么不用最标准的呢？他这个说话的人他有强调的不同。这句话他把瓶子放在前头他就等于是什么口气就是说那个瓶子呀是你偷的，他就强调重点不同。你比如说，如果放在前头就好像是你偷了瓶子，他不强调瓶子，所以他
那个感情色彩不一样。但是呢，就说藏语这就是好处，咱们汉语就不行，汉语没有那个变格，所以就是几个字放在那儿，这个呀，你就好像说谁大败谁，谁大胜谁，结果弄了半天呢，你搞不清这个谁胜谁。这个有这个变格的这个语言就是好，语法严格一点，它那个意义就这个明确的多。所以这个呢，不用管它的位置，一定要看它的谁来句格。它这个语法意义主要就是说这个句呢，你一看前带爬后带撒，这是一个标准的那个过去时，是吧？所以一看就是你偷了瓶子，就是肯定了，就是你已经偷了，哎，强调这个意义。咱们再看后边那个啊，哎没句。我带了句格，这是主语，马句就是没偷，这肯定是上边那个说你偷了瓶子，下边这个就不承认，说我没偷。这个语法意义也是说，它也是用的那个，就是也是用的过去时，哎，其他就没有什么了，就是否定的就带马或者是这个，就带马就完了。语法意义比较简单。这个单独用过去时做谓语的就是这3句，没什么问题啊，这比较简单。咱们来第二个，下边就是过去时呢要加这个语尾，加谁呢？加巴哇银，哎，这个呢它就有点这个强调过去时，强调那个时间，你在这个句子里头可以体会到。你比如说下边这个句子啊，阔月底罗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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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我是自称我，月挂句格，这就是一般是主语了，哎，底加上 K 勾一是这个的，这个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罗马就是叶子，哎，罗马就是叶子。树叶或者是菜叶，反正就是植物的那个叶子。这个的叶子，哎，下边接着看，动词还没出现。你怎么几百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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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2，咱们是只有、唯有、仅有。给是这个生长、生出、长出。给吧，这就是一个动词，给吧，生出的菜时候，整个这刚才读过的这个什么意思呢？你往回倒着来，它这个主要表现说是表现一个时间，什么时间，什么的时间，什么的时间呢？生出来的时间，生出来什么东西呢？它一般是在动词前头那个被生的东西，是生出来只有2个叶子的时候，哎，这个的到现在没有出现是什么？咱们这为了说意思方便，咱们就得说出来了。它是指的一棵树，一棵大树，它这个底它就没说是这棵树，它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这棵树。说这棵树在只生出2片叶子的时候，哎，下边再接着来啊。登给洗吧，登给洗吧，登给洗吧，登给洗吧。登是这个是上面啊，登是上面，丁是这个底儿基础，这个登是上面。登给洗吧，洗吧是这个露水，洗吧是露水，这个。还有什么光荣、势力、威风，还有一些这个抽象的意义。你听这么一下呢，有一个印象，以后慢慢的可以这个一次一次的重复，就印象多一些。那就是你要把这个露水跟这个光荣、势力、威风也联系起来。这就是这个树长出2片叶子的时候呢，上面的露水，那就是指的那个叶子上面的露水了。下边才出现动词，下边是。打吧银，打吧银，打吧银，打吧银。这个打吧咱们学过，就是舔，就是那个牛王见到王子之后呢，下咽王子之后呢，他那个也是用的这个动词打，就是这个舔。这个故事大家知道不知道？
这个猴子、小鸟、大象三个呢，争谁是大哥，争谁岁数大。可是他们又没记谁几岁哈，他们比什么呢？他们正好站在一棵大树那儿，然后这个大象就说呀，说这个树啊，还刚那个到我这个脚膝盖这儿的时候，说我就来这个林子里头了，哎，证明他岁数大。然后那个猴子呢就说，我呢，迪罗马尼咱们给白菜，这个树啊，它只长出2片叶的时候，那就是刚从那个地头冒出一个小芽吧，一边一片小叶的时候啊，真给洗吧打吧饮，上边的露水我舔过上边的露水，嘿，大象傻了。你看，说人家是刚只长出2片叶子来的时候，我就舔过露水。结果一听小鸟说什么呀？说这个树的那个种子呀，就是我给从别处吃了，拉一包屎拉在这儿了，我给带来的种子。结果最后只好是小鸟是老大啊，那个猴子老二，大象最小了。咱们再来读一读试试啊。你就想着那个猴子的那个跟那个大象那个较劲儿的那个啊。阔月底罗马，阔月底罗马，你咱们给白菜，你咱们给白菜，等给洗吧，等给洗吧，打吧饮，打吧饮，阔月底罗马，阔月底罗马，你咱们给白菜，你咱们给白菜，等给洗吧，打吧饮，等给洗吧，打吧饮。那上面的露水，我就舔过那上面的露水啊，很骄傲的。好，就是这个的语法意义呢，就是说过去时呢可以加八音，哎，如果那个后边要跟娃，跟那个爬呢读娃，哎，也可以，就是娃音，就是这个意思。强调是过去时。再一个这个过去时，你看这个打吧，一看也是个典型过去时，是吧？前加八后加撒也是典型过去时。哎，咱们再来看一句啊，卡尔藏哪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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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藏，这是一个词组，就是昨天。这个昨天呢，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昨天呢，就是卡尔桑，后边那个是后边那个字母一样，这个扎换成撒，桑，卡尔桑也是昨天，卡尔藏也是昨天，哎，扎换成撒，扎换成撒，上面还有什么？上面不要，就是2个字母，哎，撒啊桑，哎，很简单，卡尔藏、卡尔桑都是昨天，卡尔还带哈，哎，卡尔还带，卡尔桑、卡尔藏都是昨天。就是这是昨天，然后后边拿瓦还记得吗？拿瓦，是2个意思，一个是得病了，一个是疼起来了，哎，对，他那个眼睛疼的哈，哎，对，就是他那个是疼起来了，这个呢取那个就是生病的意思，它就是这2个意思，一个是生病了，一个是疼起来了，拿位一加这个。撒变成一个什么呢？变成一个，它因为不是这个它是一个动作哈，它可能不是做主语的，它有可能是变成什么呀？原因，哎，由于生病，由于这个疼起来了，哎，它就可能是作为一个句子的原因。昨天因为生病后边啊，你莫记，你莫就是一天了是吧？你莫就是一天是吧？你莫是一天，记是1、2、3的1，就是强调一天。昨天呢，由于生病啊，整整一天，这有点这个强调哈，整整一天呢，哎，强调这个1，说那一整天呢，3戒的，3是食品是吧？3是食物。在这个藏族来说，主要就是指糌粑，哎，3是食物，戒是断，停断，中断，断食。后边这个题，你们大伙估计一下是什么意思？戒的，3戒的这个题。断那个。
这回数了。大家为什么我卖这个关子呢？让大家特别印象深的记住，这个咱们学过，在中间有这个逗号、顿号，就是句中停顿的时候啊，用的是带，是搭整包带，有时候是撒搭不搭搭整包带，就是有上加字撒的啊，这两种形式吧，咱们一看就知道是一个逗号或者顿号。它还有第三个形式，他们一共弟兄3个，我老给忘这个，陪也是那个逗号跟顿号，也是带。这是逗号。哎，对，记住，句中的逗号或者句号就是句中的停顿呐，有3个表示形式，第一个是搭整包带，第二个是撒搭不搭搭整包带，就是加上上加字的那个搭，哎，搭整包带，第三个就是陪，哎，他们3是3弟兄，是因为前边的那个后加字啊，造成他们3个变化形式的不同，意思都是逗号，这就是3届的就是逗号，前边整个意思就是说，昨天呐由于生病，整整1天呐断食，哎，停顿一下，逗号，然后因为什么话没说完，后边是最重要的话，说马翁吧银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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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翁是那个来，往这边来，哎来了，马翁就是没来，否定的没来，银诺就是强调他就是没来，哎，强调这个就是翁呢是这个过去时，整个这句话意思就清楚了，就出来了。哎，昨天由于生病一整天没吃饭，所以他没劲儿，所以呢就没来。这个周老师还特别告诉说，这个1天没有吃饭呢，他说这个译的不准确，应该是停食1天，把那个没有吃饭拔掉，在1天前头断食1天。哎，断食1天，或者说停食1天，断食1天都可以。戒就是断，就是这个砍断、中断。意思就比较明白了，它语法意义就是说用这个加一个八音来强调，这个过去式的这个动作。咱们再来读一读啊，卡尔藏拿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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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读长一点啊，你莫记3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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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翁吧银诺，马翁吧银诺，马翁吧银诺，马翁吧银诺。哎，这个关键就是把它这个语法关系啊什么都分析清楚，以后你那个翻译的时候啊，你什么都很有根据哈。就这个翻译的时候，我估计可能一个重点就是判断这个动词是什么时。哎，这个呢主要就是靠什么呢？就是靠大量阅读，记单词。你能记住，你要是他规规矩矩的，那当然就没得说了，规规矩矩的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可是有一些呢，它不规矩，哎，就需要这个多读记忆了。好，这一句就完了，咱们再来一句啊，下边一句是哪儿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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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是早，以前，早先，过去，哎，哪是早些时候。这个日呢，就是在早些时候，在早些时候呢，动是喝的过去式，是吧？你看前加法后加这个撒，是吧？动是喝的这个过去式，拿是如果，是吧？一般是假设，在早先的时候啊，如果喝了，它是假设中的完成。哎，假设中的完成，这个实际上咱们就直接说，这就是还跟前面那个话接着的。比如米拉日巴有一个人要害米拉日巴，给他送去这个带毒的大家谁知道带的喝什么呀？反正比如说奶吧，哎，或者酒，哎，带毒的。然后呢，第一次来了那个就是那个要杀他的人雇了一个人去，但是第一次呢，大概工钱比较低。然后那个米拉日巴就跟他说啊，说你这回带的这个东西啊，我不喝。说下回啊，你带来我就喝了，哎，结果这人回去呢，跟那个说他不喝，然后这个人呢，可能就给他加这个加报酬加工钱，结果给他块宝石，哎，所以呢，米拉日巴后来他就喝了。这回喝的时候啊，喝了之后或者喝之前，米拉日巴就跟他说了，说早先呢，如果我喝了啊，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缺给抵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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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给抵赖有，缺给抵赖有，缺给抵赖有体，缺给抵赖有体，缺是你，地是的，第八咱们也学过是罪恶，敌蜡角儿是吧？那个说坏蛋说是为了别人，结果呢拿着这个做借口掺和到他的罪恶里头去，或者是说是应用到他罪恶里头去。角儿是这个组合配置嘛，把借口配置到他罪恶里头，这个是罪恶。拉不要后边那个阿奎故意光这个拉是工资工钱，咱们现在叫工资，过去就叫工钱。拉就是工钱。如果基字现在基字是卡，下加字是拉。如果基字是爬，下加字是拉，是那个上，是吧？上师的上，这个是卡呢，就成了工钱。工钱，说你的罪恶的工钱，或者是说你造罪的工钱，是吧？你给别人那个烧毒药，那肯定是恶事了。你造了一个恶的那个工钱，工钱呢还有这个就是后边还带着解释，工钱的什么呢？U 是宝石，玉石，对。后来呢，第二次给他加工钱了，许诺给他一块松耳石，这回这个忒就是指的那个指代词了，因为后边有动词要用得着宾语，所以这个地方是跟后边联系的。现在这一句就明白了，就是说，如果上次我喝了的，你的造恶的工钱那个松耳石啊，后边看啊，忒弥陀巴。忒弥陀巴，忒弥陀巴，忒弥陀巴，再加上后边啊，忒弥陀巴日读吧，忒弥陀巴日读吧，忒弥陀巴日读呗，忒弥陀巴日读呗，忒就是指的紧挨着上边那个就是松耳石了。这个松耳石呢，弥陀巴陀是获得是吧？得到，弥陀巴就是得不到，得不到后边这个读吧是什么呢？是这个。得不到的这个得到的一个加的鱼尾，就好像说八日银、八日钱、八日卡，就是这个拓是原形，是现在时，现在时呢，它后边可以加八日银，这个读呢本来是这个有存在，也有是的意思，主要是有的意思，这个。也有是的意思，所以它相当于那个八日银，就是强调啊，你强调这个就是说你得不到，就是说如果上次我喝了呀，你就得不到你犯罪的这个报酬，松耳石你就得不到。然后后边加一个加一个撒，加一个句格，就是整个这个情况作为原因。由于早先如果我喝了的话，由于你这样的话，你就得不到你那个。犯罪的那个报酬，松耳石由于这个原因呢，后边马动巴银，所以呢，这就是你一看那个加掰啊，这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后边就可以加所以了，所以呢没喝。整个这句话就是美良18对那个送那个咱们就算毒酒吧，那个人说早先我要是喝了呀。你的那个造罪的那个报酬松耳石就得不到了。是啊，你第一次如果我喝了，人家没这个许诺，你就得不到嘛。说这个，所以呢我没喝。这还就是说，虽然我决定喝你的毒酒，但是呢还给你弄点这个好处啊，让你那个让你能得点这个财吧，就这个意思。意思大概清楚了。然后语法意义呢，就是这个马动吧音，马动吧咱们看一下，动吧。这个前边刚出现过，就是喝的过去时，马动吧就是没有喝，没有喝，没有那个没有完成这个动作，因就是强调，所以呢没喝。等于咱们这还有一种强调式，就是八二句，是不是？八二句啊，八二句这个是前边现在时里头学过的，就是现在时里头它有一个叫这个，看啊，现在是第二个是什么呀？八日勤的那个，还有一种可能是八日句。对，就是八日月、八日梅，
这个八日寅这些呢，它跟它意义相同的，就是读物就是读物的主要意思是存在有，但是它也有是，就是肯定的那个意思，所以它就相当于八日寅，就跟上边那个马翁吧寅诺寅啊，它现在是过去时加寅，那个其他时呢也可以加寅了，所以它就是读就是相当于加一个寅。咱们再来读一读啊。俺动呢，缺给地来有体，弥陀八日读呗，马东巴音，翻过来，也看一下它。若前次喝了，你造孽的报酬宋二十就得不到，所以没有喝。所以这个人要是有了这个神通啊，这个就随心所欲了啊。下边再看第三种形式，其实是跟那个现在时、未来时相对应的。过去时加八日前，那个现在时可以加八日前，是那个现在时；这个未来时可以加八日卡，是未来时。它这可以加那个前的过去时，加八日前，就是强调过去时。咱们还希望它加上这个就时态就更判断不错了。咱们来看这个例句啊。多信度穷位，多是什么呀？力量，这个用的次数已经不少了。多不是力量。信度是什么？信度也用的不少了。非常，十分，这个很，就是这个意思。急，穷蛙，不是，那是切蛙，对，小少，它有两个意思，穷是两个意思，一个是小，一个是少，这个合起来就说力量非常小的，你力量就不能说少了，力量非常小的什么东西呢？娃姨，我说过，这个娃好像就是单独为谁造了一个字嘛？对，就是为狐狸单独造了一个字。娃摸，娃摸，反正就是它呀，跟什么词拼起来啊，基本上都跟狐狸有关系，就是好像我就说就跟那给狐狸造了一个字似的，这个乙注意啊，乙如果不加仨就是一个的，对吧？就是一个的。加上仨呢，等于是句格，记住这个，你看咱们用的吧，用那个 k 什么那个多，这个乙比较少，但是你要警惕啊，这个乙就是的，加上仨，它也是句格。整个这句话就是什么呢？如果不加仨，整个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力量非常小的狐狸，加上这个仨，这个句格呢，就把这个狐狸变成了主语，就加上句格变成主语了。主语出来了，下边看后边啊。马蹄贝，马是否定，蹄巴，蹄巴亲不要大秤，这个蹄巴就是秤，这个秤这是咱们那个比较抽象的这个就是或者这个，如果用现代化就是什么呀？叫运载工具，实际具体的就是指的马、车、船什么。就是运载工具秤，这个秤按道理说应该读胜，胜是指运载工具，一胜是指4匹马拉的一个车，整个这一组叫做一胜，千胜之国，就是可以这个国家可以凑起4000匹马来，就是说这个国家力量比较强，所以这个 T8 是胜，叫运载工具。就是指的马、车、船什么，反正能够运载的这些工具都是胜，这个，对了，这是名词，这个在现在这个地方呢是当动词用的。动词是什么意思呢？是载起，载重的载起，受得住，胜任这个意思，就载得起，承载得起，承认的承载得起。受得住，胜任，动词。这个秤的这个推发当动词用呢，就是
能够承载得起，能够受得住，能够胜任啊，这是动词。刚才说那个称是名词，刚才读的时候我还那个当名词，一开始当动词读，后来又当名词读。如果当动词读呢，就可以那个妈，因为这个它是高音哈，那个妈就可以读妈，就是口语的时候就读妈。不过这个不重要，刚才呢证明咱们读的也对啊，就是正确的这个就是读书音呢，就是马蹄贝，这是读书音。如果口语里头可以读呢，马蹄贝，但是呢，那个八一定要读清音，因为八如果读这个不读清音，读成双音节，就是读 t 八，就成了什么了？一定是名词了，就是当名词处理了，名词才那样读，动词一定是把后边的那个词尾读成那个清音，所以呢，要读成 t 贝。马蹄贝就是不能承受得起，受不住，胜任不了，是吧？再接着来啊。쿨보 친보， 亲包知道是吧？太熟悉了，大。쿨包是什么呢？쿨包就是包袱，背包。쿨包，所以你可以跟后边那个包。쿨呢有点像那个鞋带的那个，是吧？如果你看咱们干脆对比一下啊，鞋带呢쿨，真是鞋带就是쿨是吧？你看那个55页第二组第一行后边两个，它原型带아워，然后那个后边过去时跟命令时都不带아워了，쿨是吧？쿨就是背负，쿨包，背负什么呢？背负包袱，包袱背包，反正就是쿨包。这样的话，动词跟那个名词一块记，动词加一个包就成了包，不管是包袱还是背包都带包，背的包。쿨包大包袱，一个大的这个动物嘛，它就不是背包了，它没法背背包，大概弄了一个大包袱，就是大包袱。后边接着来啊。요 텁기， 这个요是什么呢？요是这个狡诈、伪装。那个咱们那个就是新说法里头有一个叫产，一个言字旁，一个那个火焰的焰的那个那个右半边，产是什么呢？产就是这个耍花招那个，就是主要意思就是狡诈、伪装，就是想办法骗人，就是咱们学过一个国王杀了那个骗子，也是用的这个字。这个特还记得吗？特不是方法，요特就是伪装的方法，这个准确的意就是诡计，用诡计，对，狡诈的方法就是诡计。기是句格，就是用诡计，使用诡计，想了个办法。使用诡计干什么呢？后边说僧给냐了，僧给是狮子是吧？狮子的냐是脖子，这个好像也学拼音教材里头学过是吧？压迫压在谁脖子上，냐了。拉是上是吧？脖子上，狮子的脖子上干什么呢？和咕噜瓦切，先看这个咕噜瓦。咕日咱们呢前头动词介绍过，我也说过，这个咕日是干什么呢？下边呢写不住就好像一个轮子，后边那个燃呢就好像个道路，就是叫祭烧邮寄，烧东西的烧，交给就是烧个东西寄个东西，让别人给烧个东西，咕日烧是一个提手一个那个销。烧东西寄东西，现在是邮寄东西，古代那个时候没有邮局，就是谁顺道上这了让他给烧个东西，这个咕噜娃就干这个。然后且是过去时，就是强调过去时，就是完成了。它这个咕日呢本身就是过去时，你看前加爬后呢加不了仨是吧？是卡拿拉拉这四个后边加不了仨，所以呢它本身就是过去时。你一判断它本身就是过去式，
就是又加了一过去式，更确切了，就是烧的过去式。整个句子咱们来凑一凑啊，说力量非常小的狐狸，这是主语，他呢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看最后咕日尔切，就是他完成了一个动作，完成一个什么动作？咕日就是烧祭。注意这个烧祭啊，你得会这个就是来理解，烧祭有什么呀？有转移的意思，有转移的意思。就是烧祭，就是烧东西祭东西，就无非就是那个把这个东西从这儿呢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有转移的意思。这个呀，咱们顺便介绍啊，这咕日啊转移还有一个抽象意义，咱们呢，尤其是咱们为时啊用的比较多，那个中观也用，叫什么呀？损减、抹杀，不是一个增益，就是没有的东西你说有，这叫增益；还有一个就是把有的东西说成没有，这叫损减、抹杀，就是用这咕日，就是转移。本来有这个东西，他给那个偷偷的给你转移了，给你弄没了，它一般是跟那个就是还跟其他词配合，但是咱们现在先介绍一下，就是有这种用法啊。说这个力量很小的狐狸呢是主语，它完成一个什么动作呢？它转移了一个东西，转移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再回来看宾语，还从那个主语后边说，马蹄贝库包库包，马蹄贝库包，马蹄贝蹄贝是载得起，承受得起，马蹄贝是承受不起，就是受不住，不能胜任的，承载不了的，把这个自己背不动的一个包袱，而且还是个轻包，还是个大包袱，把自己背不动的一个大包袱啊，这个 your tubby 用这个一个轨迹，他想那个肯定是花言巧语了，用一个轨迹，转移到了，把这个大包袱转移到哪儿了呢？转移到森给娘了，转移到那个狮子的脖子上了。狐狸就净干这种活啊，这个他动脑筋，自个儿背不动的大包袱，他为了为了完成自己的目的吧，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让那个花言巧语，记不清了，可能是说这个就是要给狮子呀分东西吧，大概，就给挂到狮子的脖子上了，这么一个故事。语法意义就是说他成功的做到了这一点，咕日瓦切就是完成了这个动作，用了一个轨迹，把一个他背不动的大包袱啊挂到狮子的脖子上了。这是语法意义也比较简单，句子长一点，咱们慢慢读。你看他这个翻译啊，弱小的狐狸以巧妙的办法，你看它带有褒义的啊，将难以负荷的担子压在狮子的脖子上，它译成了担子。这都是翻译的技巧问题。咱们来读一段。多信度穷为瓦矣。马蹄贝库尔钦包马蹄贝库尔包钦包。Your tubki Sengge nyala kurwarche句子长，咱们再来一遍啊。多信度穷为瓦矣。马蹄贝库尔包钦包。Your tubki Sengge nyala kurwarche好，再来一句啊，就今天可能能学不少。现在5点多。亲包那么了，亲包是大，那么是门，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靠咱们这个来这个翻译经验了。大门，当然这个要看后边看下来啊，前边就知道了。那咱们就接着往后看啊，先蒙着啊。说这个大个的门啊，拉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啊，后边素学内
速学呢？速学呢？速学呢？哎，速是什么呢？速就是贿赂，哎，速是贿赂。下边有一个字，亲友贪受贿赂，就是那贿赂，就是贿赂的东西。哎，学是这个吃，哎，学是吃。这个乃是吃了之后，吃贿赂。吃贿赂，这个贿赂呢是对谁的贿赂呢？是对着这个大门，那就是大人物们，是吧？贿赂肯定是对人了，所以这个大是指的那个大人物们。说吃对大人物们的贿赂之后啊，之后怎么着呢？看啊，您给喇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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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把忙，您给喇叭且把忙，您给喇叭且把忙，您给喇叭且把忙。您还有印象吗？开你您堂，开你县，您是亲人，对，亲戚，就是亲属，哎，亲人。您给句格，这个亲人们啊。喇叭是什么呢？喇叭是破坏毁灭，喇叭是破坏毁灭粉碎，哎，毁掉就是主要意思就是毁灭了，破坏毁灭。这个词呢，它这个你一看呢，这是个典型的过去时哈，但是注意这个你猜不出来，只能这个记了。它的现在时啊，不光是把前边啪后边仨去掉，它还加个哪弱。它的现在时带哪弱，它是 o 啊啊 o 那样的，所以像这种呢，你是判断不出来的。就是说，在记单词的时候啊，记它的原型呢，去掉之后还要加哪弱，还是原型是落，然后那个过去时呢变成啊，所以呢喇叭是茄吧，你看喇叭是茄就是又强调过去时，那更证明前面的过去时，就是毁掉、毁灭、毁掉。谁毁掉呢？是您给，就是亲友们，这是主语，主语毁掉，毁掉谁呢？实际上是毁掉那个前面的大人物。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没有宾语的，实际上是没有宾语的，因为这个宋字它受字数限制，它来不及了，就不可能再来一个铁什么被他们毁掉哈，它那个就是只能这样了，就是但是很清楚是亲友们毁掉了一个东西。忙就是多，是吧？哎，就说这种情况很多。你看茄吧它一加八呀，整个这个句子就变成了一个大名词，变成了一种情况，就是说被亲友毁掉的这种情况，忙。哎，忙是一个形容词，或者说一个这个现在就形容词当那个名词谓语句了，是很多的。哎，什么很多呀？前边要带个八，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是很多的。所以要注意它这些细节。再回来看那个上半句的最后那个乃是实际上你想它是有这个一般是从这个里头是吧？它很多的时候有一个什么，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从这个里头啊发生一个什么事儿，它经常语法意义上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哎后边发生那种情况，有通过的意思。乃从那个里头出来的啊。就是那个所乃后面，是哪个乃？就是所乃，哎，所乃就是这个乃的语法意义，它本来一般最普通的是以后，是吧？最普通是以后。这个什么什么以后啊，它也有这个，它在一个这个地方有从的意思，是吧？乃有从的意思，是吧？从什么里面？从什么里面呢？在语法意义上经常被理解为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哎，通过这种方式。通过什么方式呢？就吃给大人物的贿赂。大人物还不知道，你看他老婆就给收下来了。通过吃大人物对大人物贿赂的这种方式，亲友把大人物给毁掉的呀，可不少。哎，这还真是一句大实话，这是撒家格言的，可见这是普遍现象了，古今中外，哎，普遍现象。这没办法，人呢就是贪嗔痴。休息一下。好，咱们再接着来一会儿啊。估计今天有可能这个能这个过去时讲完，咱们来争取争取啊。下边是第9句，第9句上边呢是第4种，这个前边那个
现在时、未来时都是3种情况。这个呢，过去时呢多一种，不是多一种，多3种情况。这个过去时表现方法比较丰富了。看第4种啊，是过去时动词呢加个曰，你看它这个读物算到曰里头是吧？就是有。这个读物呢，主要意思是有，主要意思是存在有，是的意思呢也有，它主要意思是存在有，所以它算到那个曰里头。我先看动词。好，这个动词加曰构成谓语，这个曰呀就有了这个字义的意思包含在里头了，表动作结果的继续存在，就是说这个动作的结果到现在还有，到现在还存在，那个读物不是存在的意思吗？动作的结果一直延续到了我说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有，它加了一个有，过去时加了一个有这个意义。咱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具体的用法啊。第一个第9句最后一个动词是제曰的，你看제呢是这个写画，它这个句子的意思是那个壁画。壁画呢，画了什么壁画？它是用的过去时。注意，제的现在时就是那个去掉这个仨就是现在时哈。它那个过去时呢，前边不能加爬，是吧？因为它基字是爬，然后后边可以加仨，所以这就是过去时。过去时呢，然后它加上曰之后呢，就是不但说这个是已经画成了，而且加上曰之后，就是说它这个结果到现在还有，就是说这个壁画到这个说话的时候啊，还在那个墙上，它有这么一层意思。再看第10句的最后一个动词是这读，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是给，交给，交付，给。读也是有的意思，就是说他给的这个结果呀，到现在还有。给的什么结果呢？就是米拉日巴这个后来终于这个太阳出来了啊，那个抢他们家那个地呢，从叔父手里头拿过来退还给了母亲。就是说到这个米拉日巴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地啊给了他母亲，这读给加上有，就是说给了他母亲这个地的情况，到他说话的时候，这个地还在他母亲手里。就是表示这个给的结果到现在还有，所以它这个阅读有这个语法意义。行了，就是这2句，咱们来具体的把句子读一下啊。先看第9句，대 규리경，这个대就是他的了，규是什么呢？규是传统，它的最基本的含义啊，也是相续。咱们前边学了一个相续，是在什么地方学了一个相续，就不找了啊。对了，在这个第60页中间第10句的后半句开头那个云度，是吧？咱们说这个云呢是相续，这个相续呢。有时候被译成流，就是相续的流水的流。这个相续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字体前后众多刹那所成的事物，就是时间流里头啊组成的一个相续流，一个相续的这个延续的一个事物。这个滚，咱们再翻回来看这个咱们现在学的这个语跟它的区别就是后加字不同。那个后加字是拿，这个后加字是塔。这个呢，基本含义跟它相似，也是相续。这个相续跟它的意义也相似，它是这个就是相续的一个流变过程吧，一个事物的前后刹那相续加起来的形成的一种事物吧，一种流变的事物。这个呢跟它意思相仿，它的最基本含义以传统。传统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原来是这样，现在这样一个相续的流，所以它这2个你可以这个对比着记。这个密宗啊，密宗的经典就叫语，就是这个，它叫序，它叫序，叫密序，什么父序、母序，就是这个序。它那个咱们那个德格版大藏经那个就是序部，它就叫序部。实际上它那个本意是什么呀？就是传承啊，
传统，哎，它的本意是传统。它那个德格本大藏经的那个序部啊，就是密部啊，那个词儿就是这个句，哎，就是它直译就叫序部，哎，意译就叫密部。这样多说几句呢，大家对记这个词儿印象深一些。哎，它这是它的基本含义了。另外，它有一些这个引申的意义，也这个下边一个不是引申，就是线绳。它本身呢有线绳弦儿。弹的那个乐器上边那个弦儿，线绳弦儿这些弦儿就是一个弓箭的弓加一个玄奘的玄，哎，这是它的另外一个意义。然后还有什么呢？种族、种属、族类，就是这是一波的。还有一个意义是地带、区域，这都是引申出来的一些意义了。最基本的咱们就记住是相续，哎，相续传统。它那个字典上那个是这样说的，叫前后不断的系列。你也可以这个帮助你来理解它这个前后不断的系列，哎，就是传统了，就是一脉相承。它的传统后边那个啊，日，这是一个词儿，咱们现在可能这个词儿是什么呢？就是图画，图画跟花纹这么两个意思。日译就是图画，这个咱们来分析一下这句的意思啊。说它的传统图画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它现在没出现啊，就是说不知道，实际上就是说某一种传统，某一种传承，一般这是佛教的了，某一种传统啊，它的图画。这个下边译的叫什么呢？叫其盛况，这是带有这个译的一个这个方法，就是理解在里头。题就是其，盛况，这个他就没把那个图画这个说出来，但是他这个盛况，他绘在那个门边，那肯定是画的图画了，所以他等于也包含在里头。他把那个传统呢译成盛况，这可能是根据这个故事里头啊，就是这个文章里头的意思译出来的。它实际上本意就是传统、传承。它的传统的图画，江就是也。咱们来看后边啊，乌贼国吉，乌贼国吉，乌贼国吉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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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字是塔后爬抵消了。这个再有其他抵消了，其他是什么？就是一个写不就，所以他俩一抵消，这个有写不就呢，就光读写不就，而且读成平声高调，读成乌，哎，乌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头顶，是个敬语，头顶，比如说这个什么顶，山顶、屋顶，哎，头跟顶的敬语，这是乌，再就是尖儿，对，这个乌呢，还有一个意思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中间，乌是中间中心，还有这么一个意思。这个乌在就是中间的顶的什么呢？门，国是门，这个中间的顶上的门，这个这儿译的叫顶殿门，这个。顶殿，从它这里头呢，它这个屋，这个殿呢，大概是在中间，在是在这个顶上尖上，就是最高的殿，所以它叫顶殿。顶殿的门国 ，gib 是背后 ，gib 是背后，那就是这个门的背后。因为咱们刚才看过最后一个动词是 chi 是画。写跟画这个地方显然就是画了，就是说这个传统的图画呢，它画在哪儿呢？画在一个是也画在了这个顶殿门的背后，就是顶殿开门之后，在那个门的后面背面画着这个传统的画，这是一个。还有其他地方，后边堂就是这个，还有其他地方，其他地方咱们看是哪儿呢？是科尔塞国。科尔塞国章，
科尔塞果占尼拉，科尔塞果占尼拉，科尔塞果占尼拉，科尔塞果占尼拉。咱们看看是什么地方啊？科尔是周围是吧？周围一圈儿，对，转圈儿，周围转圈儿。撒是地方是吧？转圈的地方是，你看下边译的是什么？叫围廊，就是这个殿大殿周围啊，它修了一圈围廊，就是这个一圈这个走廊，上边有顶层的那种走廊，围廊。这个霍尔塞国就是围廊的门儿，围廊的门儿。这个围廊的门呢，后边有一个闸是什么呢？闸是这个近处、边沿、旁边，这个闸是旁边、近处、边沿。这个闸巴呢有腮面颊，腮就是这个脸蛋子的意思。这个闸有这个脸蛋的意思，面颊的意思，腮帮子。它这个就是主要你就掌握近处是第一个意思，附近旁边，这个意思。门的旁边，围廊门旁边后边有一个尼了，尼是二是什么呢？就是两边是吧？扎尼拉就是门两边，门的两边。就是说，在围廊这个门呢，它不是在围廊门上画，它是在围廊门的两边画。最后是切约斗，这个切就是画了，拉是画在什么上，画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地点，这个地点格了，语格，画在什么地方。后边加约斗呢，咱们说了，过去时加约斗。就是说，这个过去时做的这个动作的结果呢，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到现在还有，所以加约多有这种含义。那就是说，这个壁画到这个说话的时候、写书的时候，这个壁画还在，有这种含义。再来看一遍啊，因为这个好像比较零碎一些，再看一遍意思啊。它的比喻，它的盛况，实际上就是它的那个传统，它的可能，反正就是它的一些故事吧。日是这个带撒啊，这个撒是本身这个单词就带的，这个很重要。这个如果这个撒不是它本身带的，是加上的，那这个忒一举日就成了主语了，是不是啊？就成了他来画。如果要是这个它不带撒呢，那就成了它是宾语了，是吧？就画他。所以这个撒是究竟是单词本身带的，还是这个加上去的？这个判断很重要。现在这个日呢，这个图画这个意思呢，就是它本身日加撒就是图画，所以这个呢是不带撒的，所以画谁啊？画他，他是宾语，画他的盛况，画传统的图画，画图画后边谁画呀？没有那个主语，就是说那些画匠画家他不提，只说这个在什么地方画的什么画，主语没有，光有这个谓语跟宾语，所以这是宾语。就是传统图画也被画在了这些地方，画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乌贼国，乌贼国咱们说了，乌是中间，就是正，贼是最高的，正殿最高的那个正殿的门，这不是背后，在那个最高的顶殿的门的背后画的。还有呢，在库尔萨是围廊门的两边。在围廊那个围廊的门的附近、旁边、两边都有这个画，意思就是这样出来了。咱们来读一读啊。忒举日讲，不要鼓是语啊。忒举日讲。乌贼国吉他，科尔萨国占尼拉，切约斗。好，满句，咱们再来它一句。下边说
行我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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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是田地是吧？土地，哎，田地。我妈，我妈是什么呢？我妈是这个几次的次，几回的回，哎，次回的意思。除啊，除苏木养，楚苏米养，除苏木养，楚苏米养，除两个意思，一个是船，一个是角，就是那个角落的角，哎，一个是船，一个是角，这俩还是有关系，一个船俩角嘛，哎，除主要是船，它也有角的意思。苏是三角，哎，整个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行是一块地，哎，一块田地，这块田地呢是个三角的三角地，三角地呢有个名字叫我妈，所以这个我妈呀没有意义，就是这个几次几回，他给这个地就起了个名叫我妈，哎，这个地的名字叫我妈，就是你看他这说卧马三角田，就是他们家把这个三角田这块三角田就叫我妈，至于怎么起的名字，那就是人们随意任意了，他爱起什么起什么。这是三角地后边啊，行我妈处苏米养，行我妈，楚苏米养，行我妈处苏米养。行我妈，楚苏米养。三角地呢也怎么着呢？这是后来这个反过劲儿来了啊，这个把它说出制度了，所以这个一切呢都回归正义啊。所以说这个三角地也怎么着呢？阿区拉内，阿区拉内，阿区拉内，阿区拉内。阿库是什么呀？哎，阿库是叔叔，阿库叔叔的喇叭是什么呀？喇叭。手啊，没事你就乱蒙，这这也是一种锻炼啊。喇叭的手他把八去了，换成这个内，就是从叔叔的手中，从叔叔的手里。浪是拿过来的这个过去时，哎，他那个因为鸡字是爬，他不能加那个前不能加爬。是拿过来的过去式，拿过来，这个一个是最主要意思就是拿来，还有这个叫支持，接受。这个三角地呢，也从叔叔的手里头拿过来了，还没完，对，这就是一个顿点儿，这就是一个这个停顿啊，句中的停顿。拿过来之后怎么办呢？阿妈啦，这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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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妈就是米拉日巴的母亲了，拉就是冲着他了，这是给，就是给，交付。给了谁呢？给了阿妈。哎，前边那个拉就是代表这个叶格，哎，就是交给了他母亲，就是动作的涉及的那个叫对象吧，哎，就是交给谁，这叫一个间接的宾语，交给谁？直接宾语是行，直接宾语给他地，给谁地？给阿妈地，哎，阿妈是间接宾语，表示给了谁？给的是地。独就是存在，表示什么呢？表示给的这个情况呢，到米拉日巴说话的时候呢，这个地还在他母亲手里，哎，表示这个结果延续到了现在。所以这个约加过去时呢，有这么一层意思，这语法意。整个句子的意思再来过一下。行我妈处苏米养就是卧马三角地，也从叔叔的手里拿过来，交给了母亲。咱们来读一读啊。行我妈处苏米养，行我妈处苏米养，行我妈处苏米养，行我妈处苏米养。阿区拉内浪的，阿区拉内浪的，阿区拉内浪的。阿区拉内浪的。阿妈啦这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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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有一句，现在是好，没问题。咱们还剩2句哈。这个下边2句又是一种情况，注意啊，这个过去时情况比较多，但是呢，它后边加的这个字啊，都参加意义，这个也很帮助咱们理解。看第5个，它是过去时加穷构成这个谓语。
穷，咱们先说啊，穷是什么呀？穷就是咱们前头讲过，最基本的意思是升起，哎，穷，现在你记得多了，一想起穷就升起来，升起呢就有出现的意思，升起来它就出现了嘛，哎，原来没有，现在升起了就出现了，升起出现，还一个获得，出现了就你得到，有所得，哎，基本含义是这三个，实际上这是一个意思，升起了就出现了，出现了你就获得了。还有一个这个不常用的意思是什么呀？就是大种，就是物质元素，哎，就是那个地水火风四大种。穷，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儿。它的这个现在时是什么呢？是阿沃，加一个阿沃就是现在时。哎，加阿沃是现在时，去掉阿沃是过去时。这个未来时也是跟现在时一样，现未都是加阿沃，过去时就是穷，所以也比较好记。过去时加上穷表示什么意思呢？表动作朝向第一人称，朝向说话的人，朝向这个我，哎，就是穷出现，就是在我面前出现了，在我面前升起了，我获得了，是冲着我来的，哎，有方向是朝着自己的，这有这个意思。咱们来看一下啊，卡桑给南脚巴提了。卡桑给南脚巴提了，卡桑给南脚巴提了，卡桑给南脚巴提了，卡桑还是昨天，前边刚讲过，卡日桑是昨天哈，卡桑也是昨天，哎，卡桑是昨天，卡您是前天，卡前边不变，您是伢开故您呐您，伢开故您呐您。卡您是前天，再学一个词儿就是卡桑呢，你给它加个真报，给后边仨加个真报，就是卡僧。卡僧是它不是昨天了，是扩大了一下范围，就是近来不久以前，哎，就模模糊糊的，就是前些天。卡僧，卡桑是昨天，卡日桑是昨天，卡桑是昨天，卡您是前天，就是昨天的昨天。然后卡僧是近来，卡桑给就是昨天的什么呢？昨天的南脚巴，南脚巴是瑜伽行者，哎，南脚巴修瑜伽行的人。不是前天了，昨天的那个行者，这个译的时候译的叫前几天的那位行者，前几天来的行者，所以说他就是根据他那个故事的意思啊。把他这个发挥了，哎，就是可能就是不是昨天来的，就是前几天就来了，前几天来的那个行者，提了这个提是指代词，就指这个行者，哎，这个拉呢不是对着他，是在他那里，哎，在他那里，后边是阿倔一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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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倔一给故日穷。阿倔一给故日穷，阿倔一给故日穷，阿倔一给故日穷。阿倔是主语了，阿这个仨是加上去的句格。阿娇是什么呢？哥哥啊，看来这个叫亲人呐，爸爸妈妈、哥哥姐姐都是带阿的。阿娇，这个巧木是这个咱们说过是男主人、女主人，是这个什么王啊什么就比较重要的。所以这个阿娇呢，也比较重要，是哥哥。这个姐姐是什么呢？一个你这个记啊，就是阿姐，就是家这波姐，阿姐，姐姐就是阿姐，家这波姐，这个发音很像。然后再这个阿架，加卡架，加卡架，阿架都是阿姐。阿娇就是阿哥，娇就是哥哥，接给架啊，哎，你看那个阿接啊，加卡架，阿接、阿架都是阿姐、阿姐，哎，都是阿姐。阿娇是阿哥，阿大是父亲，阿大就是一个大啊，一个大，
一声啊。这高调的那个大，阿达是父亲。达那个。对，最简单的那个阿达是父亲。然后再来一个啊，父亲的姐妹叫姑姑了，姑姑是阿奈，奈是拿枕包奈，拿枕包奈，拿枕包奈。阿奈。枕包是是吧？K 固是一哈。枕包是就是枕包就是一根针，我是这么记，枕包我就记一根针，直的，一根针。K 固是那个带一个那个弯头的，对。阿奈是姑奶奶嘛，阿奈不是阿奶，不是奶奶，是姑姑，阿娇是哥哥，阿嫁是姐姐，阿大是父亲，阿奈。像后面加那个卡，是第三个那个第三行。第三行的卡是那个对，第三行的卡。因为那个卡才能做后加字，那个卡不能做后加字，怎么了？这个阿倔就是主语了，他哥哥由他哥哥干什么呢？后边有动词是孤日，他哥哥捎来的，他哥哥发出来的，他哥哥这个寄过来的，这个寄了什么呢？谓语，这很标准的主语，然后宾语谓语，一给哥哥捎来的信，这很标准的哥哥捎来的信。注意他这个孤日啊，咱们先看孤日，孤日这是一个过去时啊，前加爬后加撒，因为它加不上撒，因为是然加不上撒，所以它是过去时。后边过去时后边加穷，穷是什么意思呢？是表示这个动作朝向第一人称，就是捎过来给我的，冲着我来的，捎过来，哥哥捎过来的信，带来了，就是寄来了，捎来了信。然后你看前边那个哥哥前边那个拉就成了什么呢？就是说哥哥捎来的这信呢是在这个人身上，提拉就是在他那里有，或者是说出现了，从他那里得到了哥哥捎来的信。那个这个行者呢，有就是前几天的那个行者，他那里有哥哥捎来的那封信，这整个意思，咱们来读一读啊。卡桑给南脚巴提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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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倔一给孤儿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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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捎来的信，穷的意思就是朝着自己来的。再来一个穷啊，朝着自己来的。说这个缺给让。缺给让。缺给让给。缺给让给。缺是他的，是吧？他的。给，咱们先这个拆开啊。给往前边这个给是脖子，后边这个然是河堤的堤，一个土字一个士，土字旁一个是不是的是，河堤的堤，也就是水坝，有时候还当水闸讲，你就记个题就行了，河堤啊，堤。这个脖子上的大堤是什么呢？腰带。这看来脖子上建不起大堤来，这大堤必须建在腰脖子上，所以这个脖子上的堤是腰带。他的腰带，然后呢他的腰带的，腰带的什么呢？叫吕巴。吕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结儿，就是打结儿的结儿。就是它也可以做动词用，做动词就是吕巴，就是后边读成轻声，那就是打结儿。如果做名词用吕巴，那就是打成的那个结儿，就是结儿，就是一个疙瘩，用了一个大白话说就是疙瘩，就是他在他的那个腰带上啊，他打了一个疙瘩，他的腰带上的疙瘩，腰带上的结儿。也顺便介绍一下，这个如果做动词呢，怎么变化？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前边能不能加爬呀？就这个吕吧。如果它是动词打结，咱们来练习一下啊。前边能不能加爬？不能加，为什么？
它有前加字。哎，对了，它有前加字，有前加字的一般就是前加字不动，所以前边不能加了。后边能不能加仨？也不能。也不能，因为它是塔扎。元音有没有变化？也不用。也没有。所以这种动词啊，它4个全是它一个，哎，就是你没法变，前不能加法，后不能加仨，这个啊哦也不能生效，所以等于是任何变化没有。所以这种动词你查字典到省事一看就是一个句吧就完了，哎，然后具体说究竟什么时啊？当然变化省事了，可是判断呢要费点事儿，但是实际上也好判断，在句子里头一般不会发生误解的。如果发生误解呀，他就会想其他办法，加个鱼尾啊什么，或者是再加半句话呀，甚至他专门来介绍他的那个时态都有可能，哎，所以呢这个好办，就是这是做名词用的啊。你看后边前边是形容词是吧？的后边一定是名词，哎，它不会这个的动词，所以形容词后边都是名词，形容的名词，所以这是它的腰带上的节儿。然后后边啊，撅呢，撅是解开，它最基本的意思是解开，然后呢，引申出来抽象意思就是解释、分析，哎，解说、解释、分析。它实际这个动作就是解开，就是把那个结打开，打开结就完了。这个撅，它的那个原型啊，是什么呢？它的原型是前加字是啊沃。沃，基字是卡，沃卡咋大，扎哪弱，绝啦绝。是卡还是卡？卡，你们来试试写这个啥？沃就是前边是一个啊，前加字是啊，卡咋大，查哪弱，绝啦绝，绝啦绝。出来了吧？卡下边有一个ra的那个一横是吧？然后呢，哎，查哪弱？查哪弱？卡咋大？查哪弱？绝啦绝，后加字是啦，出来了吧？哎，这是它的这个原型，就是那个现在时。然后它的变化啊，咱们这都是复习了，都是练习，咱们就不耽误功夫。咱们因为这个解啊，还是挺那个应该是比较常用的。咱们来记它啊，这是现在时，然后它的那个未来时跟这个过去时，我看啊，它的未来时是这样，未来时咱们不是有一个规矩叫做未卡过爬命送气是吧？咱们就用这规矩来啊。未卡就是说它的前加字要变成卡，注意，它的基字是卡，咱们说过不能卡，不能连卡两下。所以它就变成了塔，前加字变成了塔，卡一碰就变成了塔。这就是这个增加记忆啊，哎，这叫未卡就变成了塔，然后其他的不变。原因也不变。原因也不变，这也是个要特殊记了。解东西解开节呢，这个节有花是吧？上边有这个。那个打结的时候有线头，哎，都露着。然后啊，它的过去时呢，就是现在的这个我们用的这个叫撅。过去时是过爬是吧？你看它符合吧？咱们现在就看这句子里头那个过爬还要变那个送气为不送气，它是卡，它的不送气就是第一行那个嘎是吧？哎，变不送气，所以它变成嘎，其他都不变。你看啊，叫过爬。还要带上变不送气，最后命令式呢是命送气，送气变哪个字母呢？还是他们这一横行里头的嘎卡卡变哈，变第二行的命令式变送气变第二行的。前加字呢？卡？不要，前加字就没有了，去前加。那下面还有咋大吗？有，其他的都那个都这个不变，下边的哪大，上边的哪弱，后边的哪都不变。就是命送气，就是把那个基字改成卡，哎，去前加，就是前加是没有的。这就是咱们总结的叫未卡过爬命送气。这个里头呢有一个没说出来，就是那个过爬呀要变成不送气，哎，但是呢你要是变的多了呀，你就知道了，它一般就是过去时变成头一竖行的那个，是命令式变成第二竖行的，
它那个基字原来是第三竖上的，一般是这么个规矩。为卡过爬，命中记。哎，那就是为卡过爬，爬还带过爬不送。过爬不送，这个命送。命送。所以这个想办法给它加到口诀里头也可以。为卡过爬过不送。送命。过去不送要送命，现在送命送。为卡过爬便不送，便不送这够7个字了，这么。然后命送去，这读着不顺口了，行，这么反正就开玩笑，就这个增加一个记忆啊。好，他注意啊，他的腰带上的结儿解开那就是之后，他的腰带上的结儿解开之后，没有主语是吧？只有一个就是谓语跟一个宾语，谓语是解，宾语是怼吧，就是怼吧，就是那个结儿。结儿有一个形容词无所谓了，解开那个结儿之后，下边啊，紧背休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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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巴是什么呢？紧巴就是泥，就是那个和泥的泥，湿土，湿泥，你就记个泥，三点水一个尼姑的泥，紧巴就是泥。紧掰就是泥的什么呢？校是什么呢？校这个基本意思啊是集团部落，校这是它当名词讲啊是集团部落，它当这个动词讲啊是过来，校往我这儿来，就是直接校，就是往我这边来，就是来，这是一个这个命令口气的来。它是命令口气的来呢，有时候它本身呢就当命令口气，就是不带来的意思，它就是再让它就当一个命令口气。这个校最常用的就是那个来，最基本的就是来这个动词，命令口气的。然后它呢可以做命令口气的语气词。它当名词的时候呢是集团部落，这个地方当什么讲呢？显然是当名词是吧？它因为前面是形容词，它不可能是动词。泥的团。对，泥的团儿就是取它那个团儿的意思，集团。人是一个集团，它那个泥儿呢也是一个集团，就是泥的团儿。泥道就是一个泥道，习是不定指代词，就是拿出来那么一个泥球，这穷，这刚出现过，把那个地交给了母亲，就是交给这个穷，这个穷呢就是咱们说的，交给我，不是，延续到现在是阅读就是有存在，是。穷是表示这个出现了，在我面前出现了，就是我得到了，我获得了，是冲着我来的这个动作，给了我，就有这个冲着我来的这个动作。下边这个这呢，咱们也介绍一下它的这个变化。这个这是过去时了哈，它的现在时是什么呢？它的现在时就是加个哪若，你可以在旁边这个记一下，它的现在时是加哪若，然后未来时能加前加爬吗？看一下，不能，因为它是巴啪啪麻，是那个叫第4横行的叫爆破音，不能连续2次爆破，所以前边不能加爬。这样的话不能加爬，那个未来时呢就不能变了。它这个因为现在时是哪若，后边呢未跟过都要变成啊是吧？所以呢后边能不能加仨呢？也不能。这倒省事儿。未过同体。未过同体了，未过同形，然后到那个命令式呢，再加个哪若，就又跟那个现在是同形了，等于2个变化。这是给，这个意思很简单，就是给，就是交给。咱们看一下整个句子的意思啊，说他的腰带上的那个结儿打开之后，交给我一个泥团，交给我一个泥蛋、泥球。看一下他翻的叫什么呢？他解开，这显然在句子里没出现哈。他解开，这是意义。他解开他腰带上的结儿，交给我一颗泥做的骰子。他把那个泥球叫骰子，这就是那个骰子里头这个包着他的那个蟹。你看那个古人也挺有意思哈。弄一个泥袋，然后腰带它是那个布嘛，打个结儿，正好戴在上面。这是这个《米拉日巴传》里头的。
跟那个前边都是接着的，咱们也来读一读啊。缺给让，缺给让，缺给让给对吧捐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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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杯学习，金杯学习，金杯学习再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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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看几遍。好，咱们来读啊。翻到61页吧，过去时是吧？今天学的是过去时。61页啊，咱们开始。这屋哪些都台湾送了，这屋哪些都台湾送了，恐怕却给据说，恐怕却给据说，俺没据，俺没据，可月底罗马，可谓第罗马，你咱几百菜，你咱几百菜，登给谁吧？登给西巴，打把人，打把人，可月底罗马，可谓第罗马，你咱几百菜，你咱几百菜，登给谁吧？打把人，登给西巴打把人，卡张哪位？卡张哪位？你莫记三届的，你莫记三届的，马翁把人咯，马翁把人咯，卡张哪位？你莫记卡张哪位？你莫记三届的马翁把人咯，三届的那马翁的人呢？人咯，哪儿动了？哪儿动了？却给地来有铁，却给地来有台，弥陀把日独白，弥陀把日独白，马东把人，马东把人，哪儿动了？哪儿动了？却给地来有铁，却给地来有台，弥陀把日独白，弥陀把日独白，马东把人，马东把人，翻过来。多不信都穷为娃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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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蹄白裤包亲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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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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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给娘啦古玩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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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包那么啦数学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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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给那把儿且把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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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举例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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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在国给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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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儿在国占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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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阅读？谁阅读？行我妈出送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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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南内浪的，去哪里浪的？去南内浪的，去哪里浪的？阿妈啦这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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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上给恁脚把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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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倔一个孤儿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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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给让给对吧倔呢，却给那给对吧倔呢，却给让给对吧倔呢，却给那给对吧倔呢，金杯学习，金杯学习，这穷，这穷，再来一遍啊，却给让给对吧倔呢，却给那给对吧倔呢，金杯学习这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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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今天到这儿。